为了应用延长停课2礼拜到6月14号，学生伫厝内安心学习。上午教育局长伫防疫记者会中表示，公办的线顶直播教学对5月2早播出以来，除了担切老师、家长甲学生肯定，连外县市拢学了，开播时间已经突破240万人观看。台南市公版的停课不停学的直播，刚刚市长提到了，的确我们服务了相当多的县市学校里面的老师、家长还有学生。那这一张图表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只累计4天，从20号到25号呢，我们在5大科目里面呢，那么学生上线的这个去点阅，那么去观看的人次相当的多那当然累计到25号呢，就有240万个人次。那其中呢，其实北部大概占了69%，那中部占14%，那南部呢12%。但是事实上我们还会更多，因为我们有策略性的去传递给家长，直接点阅上 YouTube， 这是我们避免了资讯中心会有塞车的情况。那东部地区也有5%。那我想这样的观看人次呢，给我们的伙伴呢，其实蛮大的鼓舞。虽然大家都很辛苦，因为每一个老师呢，他们除了要在自己的班，还要去备课。那么又输人不输兵所以呢，有的都备课到晚上我想我们的伙伴真的很热情，而且很感动。那我们呢，为了继续呢，因为有2门课2个礼拜的这个停课，那后续接续怎么办？所以我们总经呢做了一个盘点。那我们盘点的结果发现呢，其实刚刚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点阅的人次呢，我们发现主科是最多国语、数学跟英语。那另外来讲，就是低年级最多。低年级，因为低年级呢，各县市大概都没有办法提供给他们所谓的远距的这个教学，那我们的公播相对就点阅率非常的高。会中局长进一步公布，对5月31号开始，未来2礼拜新的公办直播教学课表，和老师、学生会当提早规划伫厝内自主学习的时程安排，卖当看出包括6大领域8科目课程经多元完整。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的课表呢，会从目前呢，我们大概就是每天国语、数学、英语，下午是自然跟社会。那么调整成这个课表，我们主要会聚焦在1到6年级的这个学生那课程的部分呢，我们一样在主科的部分会有国语文，然后数学、生活，然后下午呢是自然跟社会。可是呢，我们低年级的部分呢，可以看到上面这个部分，我们在国语文的部分，我们礼拜3上午的1节呢，我们加入了健体。大家讲说，那除了这个线上学习之外，也要动一动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健康。所以我们在这个第1节课的时候，我们礼拜3的部分是调整成为健体，用主题式的，那么来教我们的孩子呢怎么样吃得健康，也要适度运动。然后我们低年级的部分呢，第3节11点呢，我们加入了全英语的主题课程。双语教育是台南市的强项，那我们有一些外师搭的本国师呢在进行教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去规划这样的一个课程，那应该是非常的精彩因为外师跟着本国师一起搭来上全英语的主题教学，因为它不能分科，所以我们用融入的方式来进行。同时，教育局针对全市各中小老师线顶教学的现况调查，特别伫高中老师采用东部距离视讯教学的比例已经达到95%以上。也是讲，各种老师拢已经普遍有独立进行视讯教学能力，令学生卖当适应这款互动式的教学。但新闻军局张硕维采访报道。